来看北韩最近有一条的俄罗领导人金正恩亲切爸爸个伟大的领导人，真洗脑的歌曲哦。对4月开始，伫 TikTok 顶头就真时行。南韩政府是表示讲，这条歌违反南韩的国家安全法，已经禁止播送了，违法上济会封关7档。 这条节奏紧、真好唱的流行歌曲，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形容做老爸甲伟大。歌词的内容是赞叹伟大的领袖金正恩，俄罗金正恩，伊是大家好生的老爸。也因为安尼，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才违反国家安全法，甲这条歌禁止放送。声明指出，这条歌是针对南韩心理战的典型内容，因为伊是用甲外界连接的频道所发布。 而且内容主要集中伫对金正恩个人的崇拜甲赞叹，并且补充说明是按照南韩国家情报局的要求所做的决定。不过，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发布禁令了后，领导引起韩国人的兴趣，并且上网查这条歌来听。有人留话表示，委员会应该让这条歌继续伫平台放送，让更较侪人欣赏这个笑亏。北韩最近除了这条洗脑歌，金正恩今年也头一届要求人民伫伊的生日宣誓效忠，让外界看作是甲伊的政权落掉的方法。 그 사회의 모든 영역을 집중하고 충성하고 우상화하기 위한 이런 내용으로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사실 김일성 시대나 김정일 시대와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른 配合这条宣传歌，北韩官方媒体顶礼拜也超工爆出金正恩带查某囝金主爱出席平壤街道员工活动的影像。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会针对亲切父亲音乐影片的29个版本进行封锁，不过无说明具体的执行方式。南韩的国安法禁止民众看北韩政府的网站甲媒体，有支持北韩政权的言行，拢会受到处罚。违反国安法，上重会当判7年。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